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7月1日嘅美東時間下午5點。美股今個上半年收爐真係威到盡啊！尋日標普500同納指齊齊破頂創收市新高，標普第二季累升超過10%，納指仲誇張差唔多升咗18%咁滯，道指都穩陣升近5%。最搶鏡梗係高盛啦，單日跌咗0.18%，做咗道指火車頭，成個市好似食咗大力菜咁衝上去。點解咁勁啊？第一，聯儲局放風減息好大機會啦，家陣市場賭9月減0.25厘嘅機會超過90%，全年仲可能減足半厘有多添。第二，中東停火同埋中美關稅傾得七七八八，啲地緣風險散晒咁滯。第三，輝達呢啲科技巨頭真係不得了，單係6月已經升足15%，市值差啲就摸到4萬億美金關口，成個半導體板塊跟住佢之期衝咗上去成12%咁癲。不過都要提提大家有暗湧㗎。首先，企業賺錢能力開始腳軟，今季標普公司盈利增長預測得反2.8%咁大把，聽日開始嘅業績期要打醒精神。仲有啲經濟數據古古怪怪，樓市成交淡靜，但工廠訂單又飆升，啲消費者睇住關稅加價都唔願使錢，超市啲貨堆到山咁高啦。板塊方面真係冰火兩重天，科技股繼續做大佬，第二季升近6%，金融股跟住高盛食糊。不過能源股就慘啲，油價回落壓住晒，工業股仲要睇關稅面色。細價股反而有驚喜，羅素2000指數上季追反8%幾，證明升市都算幾全面嘅。展望今日呢，個市仲係企得好硬淨，但要睇實兩隻關鍵數據：美國職位空缺同埋製造業 PMI。如果數字差過預期，隨時會借勢回氣㗎。Edward Jones 班分析師都提水話，科技股升得急要唞唞，有貨喺手不妨諗下換啲防守股。記住禮拜尾仲有 CPI 同聯儲會議記錄，中美傾貿易第二階段都係大茶飯嚟㗎。總括嚟講，而家個市好似架車行緊山路上斜。AI 同減息兩部引擎仲好夠力，但都要睇實油標、企業盈利同路面狀況、政策變動。記住分散投資啊！歐洲同亞洲市場都有着數執價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